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虽然伫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威胁的时，互咱必须爱伫家己的厝来通过网络来做礼拜。虽然咱无法度实际面对面做伙敬拜上帝，但是咱隔离的是疫情，隔袂开的是对上帝的信心，甲对兄弟姊妹的疼。今仔日的主日是今年国外节期的第2主日，互咱做伙甲恁厝里的人，或者是同伴宣告讲：主已经过活，愿恁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天父，阮的主上帝，阮即时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恳求你的信心进入阮的心内，通过阮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你的话语，互阮会当对你遐得到你的启示。主，阮恳求你的信心来充满阮，也帮助阮，互阮讲的甲听的，拢当得到利益，得到帮助。阮将以下的时间交伫你的手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年是真特别的一年，因为咱伫武汉肺炎疫情中来过国外节。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互咱知，第一个国外节是节进行，并毋是亲像咱往年欢喜庆祝的气氛。各位，其实第一个国外节毋那是无快乐甲欢喜的，而且伊是一个充满了互人不安甲赶路，好亲像互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的今年的国外节相款。咱最近的生活常常是紧张不安，特别常常感受到的是济烦恼、赶路、负面的，好亲像生活伫困境中，对表面上来看，拢是歹的。但是各位，咱想看觅，伫武汉肺炎的疫情中，其实还阁有真济好的消息。好亲像第一个，咱的国家台湾，伫防疫期间，全民一条心，配合政府。除了医护人员辛苦的付出以外，还阁有政府甲民间合作，用上短的时间造成的强大的口罩国家队制造商，互咱台湾成做全世界防疫武汉肺炎第一名的模范生，互咱的国家伫国际上得到济国家的肯定甲学乐，也成做济国家的祝福。还阁有第二个，就是根据济医生讲，今年台湾得到流感甲肠病毒的比例降低真济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大家拢常常洗手，互病毒远离。各位，这拢值得咱台湾人感觉勇敢骄傲的。相反，伫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中，互咱看到一群群龙无首的门徒，因为带领因的老师，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搁埋葬啊！因的内心是失志甲绝望的，相思搁有外面的犹太人的迫害，伫内忧外患的困境中，因要怎样得到信心的帮助？伫困境中，因的信仰要怎样帮助因得到真正的平安？牧师要用3点来甲大家做伙分享。第一个，伫困境中毋好失去平安。对约翰福音19章耶稣受难的记载开始，咱会当感受到门徒有4种的心情，就是惊吓、见笑、犹豫不安。对今仔日诗会所读的圣经20章19节，咱来看，就知影迄天暗时，门徒的内心失去了平安。因心中惊吓，所以就将大门甲伊锁起来。伫遐烦恼、惊吓、搁不安的气氛中，耶稣出现了。伊无试电铃，无拍门，直接通过迄个锁条的大门，来到因的中间。伊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“愿恁平安”。
愿恁平安。即时的门徒听到平安，是偌尔大的安慰，因为犹太人所讲的平安、shalom，毋那只是讲无病无痛、身心无恙，也毋是讲凡事顺利、无有危险灾难。犹太人因所讲的平安、shalom，是讲当上帝甲人同在时，人所领受得到的平安甲喜乐。这是无互环境来影响，也无对着外面的变化来改变的平静安稳的状态。伫烦恼、惊吓、阁不安的时刻中，门徒心中常时也充满着犹豫。这位军队3年久的老师，伊满心疼上帝、疼人，不过上帝并无保护伊，阁互伊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上帝公义甲慈爱到底伫倒位啊？所以当国外耶稣主动照着伊的显现，常时将手甲血皮互因看，是要互因搁较确定，伊就是耶稣，就是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因的老师。这种清清楚楚的证据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因为这证明了耶稣的死甲活啊，完成了上帝对规个人类的救赎计划。主耶稣讲：“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毋过着勇敢，我已经砍赢世间。”各位，假使你伫困境中，真正记着这位赢过世间、搁真搁活的主向你显现，你毋但无需要惊吓，而且你要感谢主，因为伊毋但守护真正的平安，搁较守护永远的喜乐。因为耶稣基督知时代的问题伫倒位，人根本的问题伫倒位，人心内真正的困难伫倒位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困境中，咱应该学习仰望上帝，学习倚靠上帝。上帝就会用笑面光照咱，互信心帮助咱，拍开咱的心门，互上帝光进入。只要有上帝光一进入，黑暗、惊吓、见笑、犹豫就要离开，咱就会领受愿恁平安的应允，重新得到气力，勇敢面对咱的困境。第二个，伫困境中经验上帝，亲尝主恩。伫困境中面对未来，三心摇疑是人之常情。根据马可福音16章12节到13节记载，这个代志以后，有2个门徒行路要去庄骹的时，耶稣用别款的形象对因显现。因转去甲其他的人讲，毋过遐的人拢毋信。根据马可的记载，所有门徒伫还未记着国外耶稣以前，因也是充满犹豫。但是当因为亲目看到国外的耶稣向因显现，因就对家己要面对未来的犹豫挂虑得到透放。真可惜，迄天门徒多马无在场，所以伊就提出伊的犹豫。因为多马想要爱的是直接经验国外耶稣，是要通过第一手的信仰经历，毋是野修祭拜、道听途说的信仰。伫表面上看，多马好亲像要看会到、摸会到的证据，伊才要相信耶稣基督的讲话。其实，伊是要对伊的内心，伫理智、
情感各方面拢爱真清楚，伊才要信。换一句话讲，伊是认真的，毋是马马虎虎、糊里糊涂去信。当多马讲，我若无看到伊手中的钉子，用指头仔摸迄个钉子，佮用手摸伊的血气，我绝对毋信。伊真正意思，就是伊要亲身经验到过我的耶稣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这几年中，主任牧师、蔡牧师一直就非常鼓励咱每一个信徒，伫读圣经甲祈祷这两项信仰的功课，爱齐齐操练。各位，灵修读圣经有困难无？有人讲无，也有人讲有。伫咱的教会有齐齐团契小组的赖群组中，咱会当看到真侪人热心转传别人写的读经心得或者是分享，来提供群组内兄弟姊妹的需要。这真好，但是就是有一点仔可惜。为什么牧师要讲可惜呢？迄是因为你无机会经验到对信心第一手的感动，就是家己写读经心得，而且对过程中来得到感动的满足甲喜乐。这就好亲像咱食面同款，当咱食别人已经煲过或者是处理过，真容易吞落去的食面，甲咱家己用喙来夹来煲食面的迄个滋味，这种的感觉一定是完全拢无同。教会伫顶一轮的3年读经进度中，我差不多每一天拢伫教会的团契也是小组的赖群组内面，有抛出我家己个人的感动经文甲密想。每一天拢是短短的真浅白生活性的分享，目的就是希望有看过兄弟姊妹，恁也会当家己伫读圣经的时，通过信心的引带，得到第一手的读经的感动。感谢上帝！即摆我伫有的小组的群组内面，有看到兄弟姊妹家己所写的读经分享，这真正是真赞，阁真宝贵的。兄弟姊妹，牧师要鼓励大家试看卖，去经验第一手的读经感动，就亲像多马伊要亲身看见国外的主耶稣，是爱有同直接的第一手信仰经历。所以牧师会建议，咱读圣经的时，咱就用祈祷来开始，咱来邀请信心进入咱的心内，安静咱的心。在读圣经的时，咱就慢慢啊读。当有一个两个字，或者是有一节的圣经节，互咱特别有感动的时，咱就祈求信心引带咱，不断将这个感动的文字或者是圣经节，藏伫咱的脑海中，不断反复来思想。各位，只是一定会有一点仔的感动或者是想法，就将这的感动甲想法，甲伊写落来吧。这就是读圣经的第一手信仰经历。一回生，二回熟。若是你还未开始试，这种读圣经的第一手的感动，他会知是无容易的。诗篇的作者甲咱讲：恁着试，着知耶和华是好，倚靠伊的人有福气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多马所爱的是亲身的经验，亲尝主恩的信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期待咱伫生活中经历这位佫真佫活的上帝，伊认捌你、听你，伊听候你亲身经验伊的美善，享受伊丰盛的恩典甲祝福。第三，伫困境中体认上帝，认捌家己。丢罗教会创始者加里文讲：只有真正认捌人，
才会真正认捌上帝。只有真正认捌上帝，才会真正认捌人。是，只有真正意识到人是有限、是无知的时，才有法度真正去体验到上帝无限甲全能。也只有真正认捌到上帝无限全能的时，人才会真正谦卑认知到人的有限甲无知。这就是圣经中真侪人的经历。好亲像当上帝在呼召以赛亚的时，上帝眼光充满着规个圣殿，互以赛亚意识到家己的无清气。伊来讲：我冤啊，我惨啊！因为我嘴唇的每一句话拢无清气。何况我阁亲目看见君王上帝万军的耶和华。阁亲像彼得甲东坡，因规暝着磨拢掠无鱼的时，耶稣的一句话，将船过去深的所在，拍网落去掠鱼，就互因的网着济鱼，缀伫两只船，缀甲满雪强要沉落去。一时彼得突然感受到家己的有限，马上跪落来对主讲：主啊，请离开我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今仔日圣经中的多马也是安尼，伊才会讲出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各位兄姐，对犹豫进入信心的阶段，是经过一种觉醒的过程。这也是搁一摆认捌家己的有限甲无知，毋那只是单纯要看见，才要相信。国外耶稣到底怎样来引带多马？耶稣基督伊并无责备多马，反倒当是邀请伊用伊的手来摸迄个钉子，而且提醒多马讲：毋通无信就信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所以多马回应讲：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各位，多马绝对毋是因为看见国外耶稣，一时啊心头乱，黑白讲出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各位，多马回应的这句话，并毋是普通人的回应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这是一个上悬的信仰告白。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，多马伫遮所讲的主，毋是指一般人所讲的主人的主。这伫旧约圣经中，这个字是用来称呼耶和华上帝，是宇宙万物主宰的主。多马伫遮所讲的上帝，就是称呼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。伫新约圣经中，咱看到有人称呼耶稣做基督，但是咱无看过有人称呼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。有人告白耶稣是永活上帝囝，但是无人直接告白耶稣是上帝。伫遮，多马做了一个上悬的信仰告白，这伫新约圣经中从来无人做过的，就是宣告耶稣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各位，伫圣经的记载中，迄当时多马到底在受啥物？是因为会当甲国外耶稣面对面对话，感觉荣光，还是因为见笑伊来胡言乱语呢？有一天，我就得到一个感动，伫这个信仰告白的背后，其实是多马愿意承认家己的错误，愿意放落家己的骄傲甲认知，想要对主耶稣讲：我是有限阁无知的，我知影我毋对啊，我知道我错了。
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你就是迄个独一的真神，你就是道加做肉体，踮伫人的中间，满有恩典，满有真理，满有阳光。高活甲性命拢在伫你，你是我道马的主，你是我道马的上帝。我知我毋对啊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我敢有啥物面通徛伫你的面前呢？亲像古早出名的铁学家苏格拉底讲：“我知，我无知；我知，我无知。”这是一种诚实、谦卑、自我觉醒、清清楚楚看见家己的有限、家己的无知的信仰告白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伫咱的心门外拍门，伊要求世间人爱悔改。悔改圣经的意思是180度的洗头。原本是行家己的路，即马要回头行上帝的路；原本是行伫犯罪道路，即马要回头行伫恩典的道路。咱拍开咱的心门悔改，有一个真重要的觉醒，就是爱承认家己的错误，才有可能做出悔改的动作。因为爱知，先承认家己有错误，才有可能回头，真正谦卑面对，我是有限，我是无知的。安尼，咱的心门才会拍开，上帝的恩典才会进入。耶稣并无责备多马的犹豫，反倒等独独为伊来显现，互伊会当超越理智，实际来经验着国外的耶稣，将伊的犹豫转变做确实。后来，咱看到记载，当多马知影徛伫伊面前的是主是上帝，伊毋是讲主啊，兼真正是你。多马伊是对内心确定讲：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最后，耶稣对伊讲：你看到我才信哦，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。耶稣最后讲的这句话，有人断章取义，认为耶稣叫门徒凡事无需要查考了解，或者是讲基督教信仰是盲目的信仰。各位，耶稣毋是要求门徒无看见就相信，乃是望照着过去的信仰经验，互因知煞接所有的一切，以及未来也未发生的代志，拢是伫上帝的手里，互过去捌有的经历，加做未来生活的帮助。另外，牧师毋知影上帝伫你的心中有啥物款奇妙的作为，但是伫每一摆的犹豫甲环境的变化中，当咱算小上帝的恩典，就会发现，迄就是咱的信心受到坚固的机会。你是毋是愿意伫还未看见、还未明白上帝旨意的事，就选择先去相信？这款的信心毋是无凭无据，乃是过去上帝伫你心中奇妙的作为，互你愿意顺服上帝来引带你的未来。各位兄姐，信仰毋是完全靠理智、理性就会当来完全明白。信仰有更较重要的部分，迄就是信心的功课。就亲像国外耶稣对多马所讲的话：毋通无信，就信。你看到我才信哦，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。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互咱每一个人拢加做迄个无看见就信的有福气的人。耶稣讲：
唔通无信就信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生命的旋律一定是有关关价价、起起落落，有时休困，有时静静的事。在困境中，咱就仰望上帝，经验上帝，体认上帝，互咱在困境中会当平静安稳来继续向前行。最后，牧师要用讲道了后，咱大家要做伙唱的圣诗347首。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好奇背后的故事来结束。这首圣诗的歌词是一位美国芝加哥的长老教会信徒史派夫所写的。伊是1828年出世伫纽约，后来搬到芝加哥担任律师。当伊的事业真发达的时，伊唯一的囝4岁时却破病来死。几个月了后，佮拄着1871年芝加哥大火，将伊所有的财产拢烧了了。伊的人生悲惨，还佮毋若安尼。大火了后，伊原本望，互伊的太太甲查某囝会当有一个转换心情，就安排全家要去欧洲来旅行。伫出发前，因为业务的需要，伊必须着延前，只好送伊的太太甲4个查某囝，才有原本定的时间坐船前往欧洲。伊家己拍算几工了后，才去欧洲甲因会合。但是伊的某囝所坐的船发生烧龙的意外，来沉落去。几工了后，史派夫就收到太太传来一张的电报写 ：“Safe alone， 只有我一个人得救，也就是伊4个查某囝拢不幸来死去，只有太太一个人活落来。”史派夫马上就坐船要去甲伊所爱的某会合。当伊坐船来到伊4个查某囝因死的所在时，伊写落一段描写家己内心震动、悲伤的歌词，讲：有时咱拄着大忧闷、流目屎，哪经过大风涌的苦海。总是伊并无停留伫家己的悲伤甲苦难顶悬，伊反倒转是继续讲：免烦恼，心平安；免烦恼，心平安。一般人来看，实在是真恶的想象。史派夫这款的经历，突然间佫失去4个查某囝悲惨事件了后，伊抑佫会当转到上帝面前，而且是遮尔确信宣告讲：免烦恼，心平安；免烦恼，心平安。伫人来看，无的确是认为上帝在刑罚伊，或者是上帝根本就无关心伊，无保守伊。伊有1000个、10000个理由，无有平安，而且遥疑上帝。但是伊讲：免烦恼，心平安，因为伊知上帝疼伊。伊伫十字架顶看到上帝疼，伊也知即个十字架代表着拯救。伊知基督甲十字架的意义。伊的目睭就对暂时对即个世界受引带看远十字架，也看远永远的活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即个世界安怎变化？病毒疫情安怎继续？咱拢毋知。但是伫创造主上帝遐，伊有永远的平安。借着即首圣诗，上帝也安慰了济济人的心灵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也愿咱通过即首圣诗，安慰咱，也鼓励咱。伫武汉肺炎疫情，或者是逐款环境的困境中，
是未家的救主，就是咱的平安，互咱伫耶稣基督内面享受真正的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疼阮的主上帝，我们搁一摆谦卑家己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阮真正要承认，阮是软弱、有限搁无知的。主，总是因为有你，互阮会当来赢过这一切。主啊，阮特别恳求你，伫武汉肺炎疫情继续的时，主，互阮的心无因为世界的改变，互阮的心无得到平安。主，互阮会当常常结连伫你，互阮伫困境的中间，阮永远会当知影，你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是甲阮同在的上帝。主，互阮会当去掉对你来的平安，互阮知你就是阮所有的一切。主，阮要搁一摆将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你，恳求你继续帮助阮，互阮有坚定的信心，继续往前行，会当有平安，会当有喜乐，有上帝你甲阮同在。阮伫主的面前，搁一摆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